三会市中原屏东恒春的唱歌是闹热滚滚。这个活动到今已经有要150年的历史啊！去年因为风台无办，今年拢总有13队来参加比赛。落尾是由在地板州体育会这队头一个互因抢到顺风旗。旧年7个中元节，真侪所在拢有家己的传统民俗活动。像屏东恒春的唱歌活动，就要加150年的历史。不过去年风台来无办，今年有13队参加，要抢顺风旗。去年因为台风，虽然没办法如期晚上李家来抢孤啦。那今年呢，我们一定要盛大的举办，庆赞中原祈求平安。不过炮啊拄放煞就开始落大雨，互唱歌更加困难。伫条仔顶挂一件正高的黑色的牛油，选手一个贴一个要向顶头爬起来，若是无顺利落来，才搁顶来。伫上早唱歌活动是4支条仔领，恒春镇公所扩大结合观光，17年前增加到36支，中4支老好好兄弟，剩咧1号选手爬，总奖金要加100万。各位继续努力安尼吼。大家一个贴一个，打对方的金额头向顶头爬，不过因为油正骨，较歹出力。若无顺利过来时阵，也顺手用布条甲油扣来，互后壁的人较好爬。今年有包括来自第8家宜兰的队伍参加，上千位民众伫咧河中加油。上尾冠军是在地满洲体育会摕到，甲顺风旗留伫咧屏东。第2名是宜兰的李吉王公庙。今仔日呢比赛会使讲顺利圆满结束。咱也要感谢所有的裁判所付出尽职的责任。因为唱歌活动的条啊，离固定古迹恒春古城相反，文化部不要求将条啊刷所在，所以以后伫咧东门城外的唱歌活动，可能规模会缩小，或者是另外找所在，希望会让延续恒春100年的传统，传承当地文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